2026年香港樓市熾熱，各大發展商輪住加價，但係今日喺北部都會區有一個獨棟別墅，唔單止冇加價，仲有機會俾老總你哋贏咯。Hello， 我係 Elvin 啊，你哋嘅置業拍檔，今日帶大家睇富豪悅庭。富豪悅庭位於北部都會區重點發展嘅新市鎮洪水橋，每棟有獨立嘅地段門牌，市場上非常之罕有，面積由1974尺去到最大嘅4491尺，3至5房全套房嘅設計，而且開車前往深圳灣只需要20分鐘。2829尺4房4套嘅獨棟別墅，一推門入內，先會見到一個接近200尺嘅入戶花園，喺度種下花、種下草，擺張休閒椅，每日返到屋企儀式感拉滿，私隱度極高。之後再入返屋裏面，一個好震撼嘅700尺大廳，飯廳超過13尺，喺中間呢個位置擺一張10人嘅大圓台，招呼親戚、招呼朋友、生意伙伴5代同台，氣派十足。Nice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個客廳超過18尺闊，呢一度如果你擺一張喺電視劇裏面先見到嘅 U 型大梳化，望翻一個大電視牆，空間感非常之足夠。外連一個接近440尺嘅花園，我最欣賞嘅就係呢度一個接近4.2米嘅落地玻璃，陽光全線入屋，成間屋即刻通透光猛。一個咁有氣派嘅大屋，一定唔少得一個同呢間屋嘅女主人內外兼備一樣嘅廚房。一入到廚房左手邊，充滿晒一個收納嘅空間，一個雙門雪櫃，豪宅嘅標配。微波蒸焗爐、紅酒櫃全部有晒。一個 U 型嘅備餐區，當你煮飯嘅時間，望翻自己嗰個前庭，心情都特別好。我哋出翻廚房。左手邊係一個客廁，老總們話明係豪宅，點會冇一條直通你嘅私人車庫嘅樓梯啊？上到嚟1樓，2間套房嘅設計，我哋先睇一間稍為細啲嘅套房。呢間細啲嘅套房，面積接近135尺，空間非常之大，3邊落床絕對冇問題，俾你嘅屋企人、小朋友。私隱度、空間感極之足夠。跟住嚟緊，我哋會睇間接近200尺嘅主人套房。呢間套房喺1樓出面連住個平台，如果每喺出面種翻啲植物，每朝早起身望翻住佢，心情都好啲。再望埋個浴室，麻煩你啊，攝影師。酒店級豪宅標配，淋浴間浴缸，上到嚟2樓，同樣2個套房嘅設計。咁我哋都係望咗間細啲嘅套房先啦。咁呢間套房咧，其實同下面咧個套房咧面積係相若嘅，都係一個135尺。洗手間都係一個明廁嘅設計。空間大方實用，因為我哋上到嚟2樓嘅時間啦，咁所以相對嚟講咧，景觀咧都會開揚少少嘅。我哋睇埋個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同樣都係接近200尺，外連一個大露台。主人套房望翻出去嘅景觀係非常之開揚嘅，同時咧浴室咧都係會有一個咧沐浴間。同埋浴缸，一個獨棟別墅，除咗有你哋自己嘅地下私家花園之外，亦都會帶一個空中嘅花園。呢個空中花園望出去就係一個綠油油嘅山景，景觀非常之開揚。今日你除咗望到一個綠油油山景之外，亦都會望到就係將來北部都會區重點發展嘅洪水橋新市鎮。老總們，
今日一個位於北部都會區嘅獨棟別墅，有機會俾你檢樓，而且只係距離深圳灣口岸10零分鐘嘅車程。你哋又覺得富豪悅庭值唔值得你哋入手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有興趣知道更加多樓盤嘅信息或者其他樓市嘅資訊，歡迎 follow 我嘅 IG、Facebook、YouTube Channel， 或者直接掃我嘅 QR Code、WhatsApp、WeChat 我 Elvin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